Hello, welcome back to this one MPA。今日呢個 topic 咧，同好多移民到嚟英國嘅人好有關係，特別係你諗住將來計劃退休生活，甚至乎死咗之後你嘅遺產點樣去 pass on 俾自己仔女呢一個咁嘅 arrangement。而今日嘅 topic 係可以教到你知道個 system 更加多，等你嘅 planning 可以做得更加好。我相信好多人咧都會咧聽過甚至乎講過呢句説話。第時咧，我攞咗 BC 啦，再老啲仔女大晒啦，我咧就去其他國家嗰度養老啦嚇。只要咧我咧唔喺英國住夠183日，咁我咪可以唔俾英國收稅啦嚇。我海外嘅 assets 或者係海外嘅 income 咁到我繼續咁樣喺外國 build 啲 assets，到老咗啦，然之後咧。pass on 啲嘢俾啲仔女，因為我唔係稅務居民啊嘛，就算 exceed 咗嗰個英國嘅 new rate 班，我都唔會俾英國收稅啦。我完全明白咧，你哋啲 planning 哇係幾咁吸引啊！特別啦，英國咁凍係咪啊？冬天咧嘅時候去啲暖嘅地方度住，英國嘅夏天咧又好舒服，翻嚟住，只要 make sure 自己唔好喺度住夠183日就得啦。但係咧，我想同你講，如果你咁嘅諗法嘅話咧，呢一樣嘢你係會有好大嘅 price to pay，whether or not 係你自己，甚至乎係你嘅家人、你啲仔女咁今日咧，我就會同你去 cover。由於咧呢個 information 係有好多嘢要分享，所以我就 break down into part one and part two 啦。咁你記得要 subscribe，你記得要俾個 like 我，最好 share 埋俾你朋友知道，因為涉及到嘅係你將來你嘅資產。你嘅退休 ，alright。咁雖然我自己係做 mortgage protection 嘅 advisor， 但係其實我而家同時都係讀緊一個 independent financial advisor 嘅一個認可資格，所以我當中係涉及到要學 taxation 同埋 pension 嘅。而我又好中意分享知識，所以我咧就係今日製作呢條片俾大家啦。Alright， 一個 disclaimer，I'm not a tax advisor。所有嘢我今日 share 嘅都係 based on 喺gov.uk 嗰度揾到嘅，然之後我再 analyse，然之後再慢慢咁分析俾大家聽嘅。咁你記住啦 ，tax laws 咧係好 complex、好複雜㗎，同埋係會變㗎。我今日分享嘅資訊咧，全部都係 reflect as of 今日2026年4月。Alright。記住每個人嘅情況唔同，如果你需要一個 personalized 嘅 advice 咧，你係需要同一個 qualified 嘅 accountant 或者 tax advisor 去見面去做個 meeting 嘅。OK，咁咧講翻少少先 ，in case of 有啲人唔知，或者有啲人已經係聽過好多 KOL 講 non-dom 嘅改變，咁咧我就簡單做個 recap。咁喺 UK 啦，喺2025年嘅4月6日起咧，就已經廢除咗舊有嘅 non-domicile 制度啦。舊嘅制度咧就係話，即使你係英國嘅稅務居民，咁只要你咧申報你嘅 domicile 喺香港嘅話咧，而你啲 overseas 嘅income 係冇擺入嚟，係啦，冇匯入嚟英國嘅話咧，嗰啲嘅資金係就唔需要俾英國政府收稅嘅 ，alright？ 咁記住啦，呢個制度已經唔存在㗎啦。而咧取代嘅係一個完全唔同嘅 system， 就係一個以你居住地點做一個基礎嘅 system。就唔再係你喺邊度出生咁樣嘅意思啦。咁代表乜嘢啊？即係話如果你過去20年一個稅務嘅年度裏邊咧，有10年係做咗英國嘅稅務居民，你咧就會被 HMRC 咧就 define 為做一個 long-term residence。係啦，咁咧到咗嗰刻起啦，你全球嘅資產 whether or not 係唔同國家嘅物業saving 投資全部咧都會納入英國嘅遺產稅 inheritance tax 嘅範圍裏邊啦。不過當然你要留意啦，每個人咧都有個人嘅 inheritance tax 嘅免稅額嘅，詳細自己可以上網揾翻。有啲人都已經知㗎啦 ，IHT 咧係有 tail 嘅，有條尾巴跟住嘅OK， 好啦，呢度咧就有一個表啦，所以俾你睇得到啦 ，inheritance tax tail 啦。你會見到啦，越住得喺英國內嘅話咧，你條 tail 跟住你尾巴嘅就越長啦。Alright， 咁咧乍地下有個人佢咧就喺英國住咗20年啦，
然之後第21年呢，佢就想搬去泰國嗰度養老啦。你要留意喎，條尾巴係再跟多佢10年啊，即係話你搬咗去泰國嘅第1年，直至到第10年呢。如果你呢段期間你 pass away 咗，你泰國嘅 assets 英國都會納入遺產稅嘅計算裏邊噶，明唔明白啊？嗱，我今日咧就唔係要同大家深入咁去計 IHT 條尾啊，而係更加重要嘅就係同你分享一樣嘢，佢叫做 Statutory Residence Test。呢一個 test 先係真真正正英國政府 HMRC 計唔計你今年係英國嘅稅務居民啊？而呢一樣嘢先至係真真正正咁樣逐樣加到你10年變咗做 long-term resident， 然之後就會影響到你嘅 IHT 嗰個規劃。所以我可以話係 SRT 係最源於決定一切嘅嗰個 test 啊。咁就唔係再係你哋諗到嗰個183日咁簡單啊。HMRC 咧，佢係用一個3部曲嘅 framework 喺呢個 SRT system 嗰度噶。咁咧，佢係會順序咁樣去審視你嘅情況嘅。Alright， 咁第一步啦，佢會先睇你是否自動不是今年度嘅英國稅務居民。咁佢會點樣去界定呢？有3個 point。第一，你喺過去3個稅務年度裏邊，如果曾經係英國稅務居民，而今年住喺英國呢，嗰個稅務年度少過16日嘅話呢，佢就唔計你今年係啦。第二個 point， 如果你呢過去3個稅務年度都唔係英國稅務居民，而你今年呢雖然有住喺英國，但係呢你住嘅日數係少過46日，咁所以佢就會計你今年第4年你都唔係英國嘅稅務居民，好唔 OK？仲有一個 point 就係如果你本身咧 overseas 有 full time work 嘅，而咧你喺英國今年呢個稅務年度啊係住少過91日，而你咧喺英國工作嘅日子咧亦都唔多過30日，咁佢都唔計你係今年嘅稅務居民。好啦 ，step 2， 咁啊自然就會睇下你係咪自動成為英國嘅稅務居民啦。咁佢會點樣去評呢？首先就係你哋成日講嗰個183日啦，喺英國住夠183日就已經自動成為英國嘅稅務居民。Alright， 第二樣嘢啦，就係咧，如果你嘅 only home 係喺 UK， 而咧你喺其他 overseas 係冇 home 㗎 ，alright， 冇一個地方有一個 home 係 regular use 嘅話咧，咁咧佢都會計你係英國嘅稅務居民，得唔得啊？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如果你 full time work in the UK 嘅當中咧冇 significant break 嘅話咧，佢都會計你今年係稅務居民。OK？Step 3 Sufficient-IELTS Test， 到底你同英國嘅聯繫有幾多啊？嗱，呢一個咧，我覺得係呢個片裏邊當中一個比較重要嘅部分，因為咧我就發覺好多網上嘅片好似冇講過呢一樣嘢㗎嚇。咁咧就係、縱使你喺英國少過183日，但係如果英國佢覺得你有足夠個 tiles，HMRC 係都會計你為稅務居民㗎。OK？ 嗱，咁喺我未繼續之前呢，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好有幫助嘅話咧，唔該你俾個 like 我咁咧你都可以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咁因為我咧除咗講 mortgage protection， 我更加中意講 tax 啊、pension 啊嗰啲知識。教育用途嘅知識唔係建議，我唔俾建議嘅喺呢個 channel。Alright， 咁咧你都可以 share 俾朋友啦咁咧呢一個 share 其實已經幫緊你個朋友噶啦。Alright， 好啦，講翻呢個 Sufficient-IELTS Test， 咁咧佢會咧有5個 tiles 嘅。Number 1 Family Tile， 意思就係話咧你個配偶同埋你個 minor children 佢哋仲住喺 UK， 咁就已經計一個 tile 啦。Number 2 Accommodation Tile， 意思即係話咧，你喺英國啦係有得地方係 available 俾你喺度 stay more than 91 days 㗎，當中梗係包括你嘅 own property， 咁佢就已經計一個 tile 㗎啦。OK？Work Tile 工作啦如果你 UK 咧工作係超過40日以上，佢咪計你一個 tile。Number 4 90 Days Tile，即係話咧，你過去2個稅務年度嘅其中1年，你係要計最少過90日，計你一個 tile。
最尾一個 country child 你喺英國居住嘅日數係多過任何你留喺嗰個國家嘅日數，咁佢都計你一個 child 喎。咁呢5個 child 代表咩啊？如果你擁有嘅 child 越多啊，你可以喺英國住嗰個稅務年度咧就變得越少啦，因為你個 child 越多，你個 limitation 就會越大。咁你一住 exceed 咗佢所界定嘅 child 嗰個日數嗰個限制，佢咪計你係稅務居民咯。嗱，俾一個例子你啦嚇，有個人3年前從香港移民去英國，佢個spouse 同埋佢啲 minor children 咧都係英國住嘅，咁佢自己咧喺英國有個物業啦，佢咧有時先會翻嚟英國做嘢 ，alright， 咁但係咧佢今年就喺 UK 住咗120日，低過183日喎，咁到底佢計唔計英國稅務居民啊？今年？答案係梗係計啦，佢有幾多個 child 啊？4個 child 啊，係咪啊？咁咧 under 呢個 sufficient child test 之後啦，120日再加上嗰4個 child， 佢一定係已經係今年嘅稅務居民啦。嗱，記住啦，每一年嘅 SRT 咧就係去界定你係咪嗰一年嘅英國稅務居民，亦都即係代表咩啊？就代表嗰一年計唔計入你嗰10年嘅 long-term residence 嗰度啊？得唔得啊？而呢一樣嘢就會影響到你之後嗰個海外資產，如果你 pass away 之後嘅遺產稅嘅問題。嗱 anyways 啦，今日咧要分享嘅暫時咁多，因為我覺得大家都需要啲時間去消化一下嘅。咁咧第2部分咧，我再會講多另外2樣你需要知道嘅嘢，特別係涉及到2027年啊，即係出年咧 pension 同 inheritance tax 嘅一啲重大改變以及咧點解你嘅海外資產已經唔係好似你所諗到咁樣私密咁，你以為你 keep 得到唔俾英國政府知，你唔好咁諗啊！OK，下一集見。